大家好，我係黃曉龍老師。今日咧，我講嘅題目咧就係從荒野機器人看人愛。咁咧，我相信咧，大家咧都睇過套電影《荒野機械人》，佢嗰本原著就叫《荒野機器人》，係啦。咁而家大家咧先睇睇呢個封面啦。個封面咧，你就見到咧有一個嘅機械人叫羅茲，咁咧仲有咧隻狐狸，跟住仲有隻小雁。究竟呢個故事咧係關於啲乜咧？其實咧呢個故事咧主要就係講咧羅茲咧意外地咧就跌入咗一個大森林裡面，跟住咧後來咧佢同有啲動物相處啦，又咧見到有隻小雁咧好可憐啦，跟住就承擔起咧做媽媽嘅責任，跟住就照顧小雁。可以睇得出咧，阿羅茲咧係對大自然有愛嘅，佢透過同咧動物嘅相處咧，就視大自然為自己嘅家啦，亦都愛護大自然啦。甚至乎咧，佢見到咧唔同嘅動物咧，係用唔同嘅語言嚟溝通咧，佢都向呢啲嘅自然生物去學習嘅。佢咧對大自然有愛咧，係有咩證據證明咧？佢咧原文裡面有寫到咧，佢話佢經過幾個星期孜孜不倦嘅鳥類觀察，跟住佢知道咧每一種咧雀仔咧唱嘅歌啦，同埋咩時候唱歌啦，跟住咧令到咧機械人咧佢哋慢慢咧了解到咧隻雀仔咧溝通嘅語言係啲乜，同埋咧就知道咗佢哋獨特嘅生存技巧。另外咧，其實咧頭先講過咧，羅茲咧就做咗隻小雁嘅阿媽啦。咁咧其實咧羅茲咧就好循循善誘咁樣教咧小雁咧點樣去食嘢啦，即係基本點樣維持生活啦、食嘢啦、點樣游水啦、點樣飛啦。佢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係透過咧同其他嘅動物溝通啦。譬如你見到動畫裡面咧，係同隻鷹溝通嘅。隻鷹咧教阿小雁咧點樣飛嘅，因為咧個機械人咧羅茲咧其實係唔識飛嘅。同埋咧，你睇翻咧羅茲嘅母愛咧，其實真係好犀利嘅，因為點解咧？你人類咧通常咧阿爸阿媽咧都要翻工啦，或者咧有其他嘢要做啦，但係羅茲咧係一個咧全心呵護嘅母親啦。每日每夜咧羅茲都寸步不離咧，就喺隻小雁嘅身邊，陪佢一齊玩啦，氹佢瞓覺啦，同埋咧有啲咩危險咧，就咧幫佢咧遠離呢啲危險嘅。其實咧，羅茲嘅仁愛咧，仲在於咧，佢能夠咧接納咧其他動物嘅愛啦。你留意翻咧，就喺冬天嗰陣時咧，小雁離開咗佢啦。但係咧，阿羅茲咧就同其他動物相處嘅過程裏面咧，睇到咧動物咧好多咧就被凍死啦，或者咧遇到一啲嘅意外啦，所以佢索性咧將啲嘅木柴咧搬去一間屋裏面啦。每次出門嗰陣時咧，佢咧就留低呢啲木柴咧，就等一啲嘅動物咧保暖啊。係啊，令到咧島上嘅動物咧都係咧唔使受凍啦，嚟到咧去間屋度咧都有安全有溫暖啦。可想而知咧，羅茲嘅仁愛咧表達喺唔同嘅方面嘅，包括佢對小雁嘅愛啦，對其他動物嘅愛啦，仲有就係對大自然嘅愛嘅。咁咧今日咧講到呢度咧就關於呢個價值觀嘅教育啦，就係關於咧仁愛嘅，就到呢度為止。多謝大家觀賞，拜拜。